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3月27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伊朗，聊聊中东，聊聊波斯局势。今天是美以对伊朗进行混合治疗的第28天，也是哈梅内伊升天的第28天，也是哈梅内伊穆吉塔巴音信全无的第28天。特朗普说要给伊朗最后一击，让这个周末又充满了悬念。我看了一下资本市场又在上下飞舞，所以说特朗普他不仅是打击伊朗，他更是在严重的扰乱资本市场的运行，尤其是股市也跟着飞舞。我们看一看特朗普他最新对伊朗也有哪些说法。总之这个人说话前言不搭后语，但是他也是说一套做一套。特朗普他是通过采访，在什么白宫面对记者的时候，或者是甚至他自己在什么真相社交上面发帖子，传达出不同的对伊朗的态度，以及跟伊朗谈判的一些情况。当然了，特朗普这个人说话大家都知道不靠谱，一贯是强势，带有个人色彩，警告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真真假假一起来。特朗普在社交真相平台上明确宣布延长暂停打击，应伊朗政府的请求，请将此声明视为我将暂停对能源设施的打击，延长10天，只是能源设施，也就是电厂、什么输油管道、炼油厂之类的，再推迟10天，到哪一天？2026年4月6日，美国东部时间晚上8点。但是对军事设施的打击，那是并没有停止，谈判仍在进行中。尽管假新闻媒体及其他方面有错误说法，也就是比如说胡锡进老师，当然了，特朗普并没有说胡锡进，特朗普说但进展非常顺利。实际上特朗普这是直接回应外界对谈判的质疑，强调尽管胡锡进这样的人、假新闻媒体及其他方面有错误说法，但进展非常顺利，并且将暂停轰炸这个能源设施归因于伊朗政府的请求。我们夸张一点，咱们跟特朗普一样也得夸张一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硬派跪求特朗普手下留情。同一时期，特朗普多次警告伊朗谈判代表必须认真起来。我想起了马克龙也劝这个伊朗，你是认真谈判，别还玩以前那一套，你就得挨揍。特朗普他也警告说，伊朗的谈判代表认真起来，他们最好尽快认真起来，否则就太迟了，因为一旦那种情况发生，将没有回头路，而且后果将不堪设想。他说伊朗谈判代表非常不同寻常，而且很奇怪，他们一面恳求我们达成协议，他们理应如此，因为他们被军事摧毁，毫无翻身的可能性，但他们一面又公开表示他们只是在考虑我们的提议。特朗普说这大错特错，对吧？真实情况是伊朗在跪求美国谈判，所以特朗普这个人一点情面都不留。特朗普说他们最好尽快认真起来，以免为时过晚，因为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就没有回头路了，而且后果不堪设想。特朗普反复强调伊朗已被军事摧毁，私下恳求协议，却公开装作在考虑，直斥对方很奇怪，大错特错，并且以没有回头路，后果不堪设想施压。特朗普还公开自夸美军战果，他们拥有几乎一切都已荡然无存。你能说出一件还存在的东西吗？如果你读那些报纸，你以为我们被束缚住了，实际上我们在德黑兰上空自由的游弋，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形容伊朗军事能力荡然无存，美军可以在德黑兰上空自由的游弋，完全掌握主动。特朗普他说伊朗人打仗不行，但是谈判很在行，所以特朗普有点恼火了。什么谈判在行，也就是他能拖延，表面上一面是跟美国跪下恳求美国谈判，手下留情，一面对外宣称我对美国的提议要搞得好像是美国求他谈判。所以说特朗普说这伊朗人打仗不行，这谈判还挺厉害。说白了，伊朗人的谈判厉害无非就是不真诚、拖延，再一次考验特朗普的这个底线。关于这个具体冲突，特朗普提到伊朗导弹袭击，他说我们遭到袭击，伊朗向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发射了100枚导弹，出于某种原因我不会告诉那是什么，我们击落了所有导弹。这个特朗普一贯的是故弄玄虚，卖官司，顺便就是自卖自夸。特朗普又开玩笑了，我认为他这纯粹就是胡说八道，在那开玩笑。他说伊朗想让我成为他们的最高领袖，但我拒绝了，并说了声不。
谢谢。这个当然，我觉得特朗普应该是开玩笑的啊，不会有人把这个当真。特朗普说他也去当这个哈梅内3，哈梅内1已经走了，对吧？哈梅内2现在是音信全无，那他也去不就当哈梅内3吗？哈3在能源与霍尔木斯海峡问题上，特朗普表达伊朗不应该被允许向海峡收取通行费，但他们却在偷偷的这么做。他反对伊朗任何封锁和收费行为，视之为对全球能源安全的威胁。但是这个很奇怪，这个朋友们，尤其是印度的盘们，还有胡锡进老师，举双手赞成伊朗收过路费。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逻辑，也可能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伊朗在霍尔木斯海峡收过路费，那收不到以色列，收不到美国人的，人家不在那儿走，那最惨的不就是东亚这几个国家吗？2个印度、日本、韩国。所以这盘们，那也只能说为了让日本、韩国不好过，宁愿自己腿上挨2刀不要紧，看谁血槽厚，就这种心态啊。伊朗现在要立法在霍尔木斯海峡收过路费，这个时候应该全世界各国的，尤其是走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些船，这些国家都应该群起而攻之。凭什么，对不对？过海峡要收费，那是你这要提供服务的，那个海峡是你挖的，你每天要维护，那你收费是有道理的。人家大自然的有国际法的。所以说伊朗现在他立法，他要收过路费，国际社会尤其利用霍尔木斯海峡多的这些国家应该群起而攻之，而不是像胡锡进老师这样鼓掌叫好。此外，特朗普还透露伊朗的礼物细节。特朗普他故作玄虚，这个悬念，他问那个维特科夫说：“我现在能公布这个好消息了吗？”那维特科夫说：“可以说了。”也就是维特科夫跟伊朗人谈了什么东西？按照特朗普的说法，伊朗人为了略表诚意，因为特朗普说伊朗人不值得谈判，他不诚信，不想跟他谈。那伊朗人想谈，跪求，那怎么办呢？伊朗人说，为了略表诚意，谈判我先送点礼物给特朗普，给美国。那什么礼物？石油，是10艘这个邮轮通航，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有的人说是10艘船是给美国的，有人说是放行10艘邮轮过霍尔木斯海峡，略表诚意。特朗普说：“我可以揭晓这个礼物了吗？”斯蒂夫，也就是说维特科夫老亲家老伙计能说了吗？他们说，为了向你们证明我们是真实可靠的，也就是伊朗说为了向美国证明伊朗是真实可靠的，愿意谈判，而且我们就在那里，我们要给你们8艘满载石油的船，8艘装满石油的大船。我记得他们挂的是巴基斯坦国旗，这被特朗普解读为伊朗示好，证明谈判诚意的举动，进一步佐证谈判正在进行中，且进展非常顺利。所以特朗普说，伊朗已被军事摧毁，毫无翻身的可能。谈判上私下恳求，却公开拖延，警告伊朗尽快认真起来，否则没有回头路，后果不堪设想。行动上暂停能源打击至4月6日晚8点，但随时可以恢复。战略上掌控霍尔木斯海峡与能源命脉，不允许伊朗收费和封锁。特朗普他还说，他已经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阿联酋各获得2万亿美元的资金。那什么意思？那就是6万亿美元的资金，并表示伊朗对这些国家的袭击激怒了他们，他们遭到了袭击，没有人料到他们会被袭击，这让他们非常愤怒。这特朗普的意思就是他收了保护费，一个国家给了2万亿美金。这当然了，这肯定也是吹牛，但是说明什么？说明这3个国家愿意出资，或者以某种形式出资，甚至出人，准备要收拾伊朗。特朗普这个话透露的就是这个意思。只有2万亿美金，那这个恐怕就是跟李白的那个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9天一样，属于修辞夸张。所以我们要说一说特朗普这个人很有意思。我记得在3月初的节目里面说了，不是3月初，2月份，美国以色列还没有对伊朗动手的时候，我就说过，咱们那个标题就叫老和尚遇上老流氓。哈梅内伊这个老和尚遇上了特朗普这个老流氓，那也是算他点儿背。哈梅内伊在伊朗政坛也40多年吧，他当总统多少年，当最高领袖多少年，跟美国的这么多总统打交道，这么多政客打交道。那美国的前面的奥巴马、什么拜登、克林顿，总体上他们还是个循规蹈矩的，比较有板有眼的总统。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这些人他基本上是按套路来，按剧本来，很少有个人色彩。但是这个哈梅内伊悲剧在什么地方呢？他这回遇上那个美国总统是特朗普，这个人他不按套路来，他不按那个剧本来，他不按传统的政客思维来，你也可以说他是乱来。那但是他这个乱来正好
对付流氓那是最合适。对付流氓，你不要讲道理，讲道理没有用，谈判也没有用，都是被人耍。对付流氓最好的办法就打一顿再说，先打一顿再说，这就是行之有效的办法。这个大家恐怕也应该多少也了解。对付流氓最好的办法先打一顿，打完了再说，没毛病。对付流氓，你上来跟人谈判，那完了，你就是自取其辱，耽误时间。所以你说老和尚遇到特朗普这种人，再加上一个中东平头哥内塔尼亚胡，那这人更是了，人狠话不多。这一下这个哈梅内伊吃亏就吃亏在这儿，误判了形势。恐怕他还心里抱有侥幸心理，认为特朗普跟以前的美国建制派那些政客一样，有板有眼，在那个画好的界限里面行事，不会越轨，不会出了传统的思维。但是特朗普偏偏不是这种人，而且特朗普一点情面都不留。通过他的讲话，可以说他把伊朗谈判桌上最后一块遮羞布都给撕掉了。伊朗他需要对外宣称我很厉害，我虽然仗打得不怎么样，但是我有面子，咱们不屈不挠，有理有利有节。这战场上打怎么样不重要，不说了。谈判桌上那美国绝对是在下风，我们有理，我们痛斥美帝羞愧难当，美帝哑口无言，美帝自知理屈。这都是这个套路，这不就是符合胡锡进老师的套路吗？但人特朗普就不给你这个表演的机会，人家直接就把你底裤都扒了，你跪着求我谈判的，谈判我还得揍你，这中间随时要揍你，你自己注点意，你认真起来，不要在这耍花头。私底下伊朗代表哭着喊着求美国签协议，对外，对吧？他们还要装出一副从容不迫的姿态，指点江山，举重若轻，重拿轻放，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要做出这种姿态，对全世界宣称要审核一下美国的提案。这是你美国提的，我还得看一看，同意不同意？这是你们美国申请的。为什么单面一套背后一套？很简单，因为像这种体制的国家，就是前苏联，或者是俄式，或者是集权国家，它都一样，因为它没有监督，它就是一个声音。那这个声音是怎么有利于它这个统治，它就怎么来。那不像美国，对不对？美国特朗普说啥，美国人不是全信的，还有其他的媒体天天说特朗普说的不对，还得把特朗普那些吹牛的、夸大的还找出来加以嘲笑、加以批判，就非要挖一点特朗普不堪的地方。这是两套体制。而伊朗这边一个声音，这个声音是宣传，是要为伊朗这个教士集团、革命卫队服务的，所以他不是报道，他是宣传一个声音。所以说一个可笑的一幕就发生了，明明是伊朗跪着求美国，但是伊朗传达出来的是，对吧？是美国特朗普受不了了，油价一涨，特朗普夜里睡不着，立马打电话求伊朗谈判，立马自己主动的从48小时推迟5天，现在推迟10天，以后推迟1个月。你看这个阿拉克奇不是说了吗？这美国人这个态度就说明他已经输了，美国输了，因为他眨眼了。这一套管用，如果你是正常逻辑，你觉得这个伊朗就是胡说八道，大家都知道咋回事。但是他这一套宣传对谈判的是绝对的，叫投其所好，对症下药。所以胡锡进老师就深信不疑，这种体制、这种政权，实际上把面子看得比命还要重要。哪怕实力被碾压，哪怕在外面被人打得猪头一样的，被人随便蹂躏，但是他对内一定要展现出一副王者姿态。一种势均力敌的幻觉，一种美国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一种对美斗争再次取得重大胜利，他一定要展现出这种姿态，这个不就对了胡锡进老师的胃口了吗？但是特朗普他不吃这一套，过去美国的总统他们觉得也行，反正我们谈判达成协议就行了，只有你回去怎么吹那是你的事情，我也管不着，我这只要谈判利益对美国对以色列有利就行了，目的达到就行了，只有你回伊朗你怎么吹，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但是特朗普他不行，他这世界上只能有他一个人厉害，这是特朗普的性格，就你再厉害，你也得比我差一点才行，就不能否认你很厉害，但是你比我还稍微差那么一丢丢，那他哪能容忍伊朗吹也不行。特朗普他就不会配合伊朗的表演，他就要戳穿。过去美国老牌的政客，什么建制派，无论是民主党、共和党，他们都会配合伊朗表演，也就是他不会主动戳破伊朗的谎言，也懒得搭理。但是特朗普是看不惯的，他不允许别人抢他的风头，照相都要站在 C 位嘛，谁站在前面他要把人扒拉到后面去，这就是性格啊。所以说无论是美国的媒体还是伊朗的媒体，如果宣传在跟伊朗的这个斗争中
特朗普居于下风，伊朗人占了上风，那怎么可能呢？特朗普忍不了，所以伊朗人最好正视这个问题，不要吹过头。你要再吹，特朗普说不定周末或者什么时候也要给伊朗致命一击，这个他是能做得出来的。所以特朗普在威胁伊朗说，你最好诚实一点，拿出诚意，认真起来，否则的话后果很严重，对吧？黎叔很生气，对吧？连那个老滑头马克龙都看出来了，建议伊朗，对吧？你要认真起来，不要跟特朗普玩这一套，因为特朗普不吃这一套。按理来说，伊朗人应该吃一堑长一智，对不对？哈梅内伊都送走了，内二都已经音信全无，还不这个长点记性。伊朗方面的表态很有意思，根据这个《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伊朗方面表示，我可没有请求对其能源设施打击暂停10天，也没有就这个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15点方案做出回应。调解人员表示，也就是这个巴基斯坦、埃及这些斡旋的，说伊朗官员已告知他们对谈判感兴趣，但最高层尚未表态做出最终决定。就这个说法，实际上都已经让伊朗的盘判们不开心了，因为穆吉塔巴说了，他不刚上任的时候就说了，一定要复仇，一定要打到底。现在结果他们对谈判感兴趣，那你说这叫什么事？所以说，伊朗的教士集团、伊斯兰革命卫队强硬派，他们面临着一个拐弯的问题，也就是说，他要缓慢的掉头，他拐得太猛，容易翻车。伊朗的盘判们不答应，胡锡进老师也不答应。从那个坚决要复仇、不谈判，到现在对谈判感兴趣，这你看，他是慢慢的转弯。同样，还是《华尔街日报》说，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已将空袭行动重心从动摇伊朗现政权转向摧毁其军工产业基础，希望在被迫停火前对伊朗造成更持久的重创。简单点说，就是以色列是美国跟伊朗，你们谈你们的，我炸我的，咱们互不干扰。所以说，昨天这个以色列又送走了伊朗的一位重要人物。当地时间26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空军对阿巴斯港实施精确打击，打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坦格西里以及多名伊朗海军高层人员。坦格西里在过去8年担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他主导了对霍尔木斯海峡的封锁。声明称，空袭发生时，坦格西里正与海军多名高级军官开会。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也发布了声明，证实了以军的这一消息。所以伊朗人这个到现在也不长记性，还开会，这回又让以色列人一锅端了。这个坦格西里海军司令再也不用为怎么封锁霍尔木斯海峡发愁了，去找哈梅内伊汇报去了，不用向哈梅内二汇报。以色列国防军昨夜对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动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空袭之一，此次空袭目标遍布德黑兰市内近60个地点。以色列军方大幅加强了对伊朗国防工业的空袭行动，称在冲突的这一阶段，他们已经袭击了超过1000个与武器生产有关的地点。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已严重破坏或摧毁伊朗用于制造导弹、无人机和军舰的大部分设施。白宫警告称，如果德黑兰不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将进行进一步攻击。美国空军正在对位于靠近阿富汗的伊朗边境港口泰巴德实施空袭。美国似乎试图削弱伊朗与阿富汗边境的防御能力，这可能会使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和塔利班等武装组织更容易进入伊朗境内并制造混乱。所以我们不仅要听这个特朗普说什么，最主要看他做什么。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根据美国国防部官员可靠情报透露，美军正在考虑增派1万名有载具装备的地面部队前往中东。《华盛顿邮报》还确认说，美军目前已派出82空降师、数千作战部队抵达中东地区。也就是说，现在2支海军陆战队有将近5000人正在星夜兼程赶赴中东。82师已经到了欧洲，空运到中东那很快，因为他们是坐飞机，还不行。完了还要增派1万名地面部队，这个地面部队也可能就是什么意思？有坦克、装甲车、地面载具。所以特朗普他是2手准备，一手跟伊朗人在那儿逗闷子，慢慢谈，反正人一时半会儿也到不了，凑不齐，对不对？
等到人都集齐了，到中东美军地面部队进入战斗位置，那不好意思，最后一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正在制定针对伊朗的最终一击军事方案，以备谈判破裂时使用。选项包括占领关键的岛屿，这个岛屿不光是哈尔格岛，也就是伊朗的石油命脉，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上面的几个岛。那几个岛实际上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真正的咽喉要道。伊朗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也是通过这几个岛，在这几个岛上有一些水面的无人艇或者小艇，就这种在小艇上发射无人机之类的，骚扰来往过路的这些游轮，就是叫什么阿布穆萨岛，还是什么大小不通岛、大通布岛、小通布岛，大概就这么几个岛，美军都有可能要把它拿下。当然了，也可能是美国和王爷国的这联军一起。媒体说这个要封锁石油运输通道，以及发动大规模空袭，动用地面部队。目前相关兵力正在部署中，但尚未做出最终决定。美国正考虑夺取由伊朗控制的阿布穆萨岛，该岛距离伊朗和阿联酋过40英里，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小通布岛和大通布岛也在行动范围内。阿布穆萨岛战略价值在于，谁控制了它，就能直接掌控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所有船只。过去4周，伊朗一直利用该岛部署快艇，并发射无人机袭击过万船只。当然了，我认为如果要保证霍尔木兹海峡畅通无阻，你光占领这3个岛是不行的。就是占领这3个岛，你可以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你要想让霍尔木兹海峡那个油轮安心的、没有任何顾忌的在这儿通过，你还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地区。占岛那肯定的是第一步，岛是必须要拿下啊，那恐怕阿拉伯联军呢要出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地区也得控制。所以说，这个中东国家这一态度就很重要了。今天有个突发新闻，说阿联酋拒绝与伊朗停火，要求先彻底摧毁德黑兰的威胁网络。阿联酋大使尤素福·奥泰巴今天在《华尔街日报》发表评论文章称，仅仅停火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一个能够解决伊朗所有威胁最终方案：核能力、导弹、无人机、恐怖代理人和对国际海上航道的封锁。明确表示，我们准备加入一项旨在重新开放海峡并保持通畅的国际倡议。你看，阿联酋已经表态了，因为阿联酋和伊朗本来对霍尔木兹海峡反正就有领土争端，那个岛屿，这一次我觉得阿联酋完全有必要趁着这个机会，一下把这些有争议的岛屿给拿下得了。阿联酋是有这个态度的，也就是很有可能阿联酋也要向伊朗开战。最后我们再看看伊朗的这个动向。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位官员称，伊朗政权已将参与战争相关角色的最低年龄降至12岁，也就是12岁男孩就有可能要参战，要服兵役。这个简直神奇，神操作啊！乌克兰打了4年，快5年了，乌克兰的征兵年龄好像都26岁还是22岁，这个泽连斯基就不愿意降低年龄。这个伊朗还没打30天，1个月还没到，征兵年龄就降到12岁。根据央视报道说，当地时间26日，伊朗军方知情人士称，伊朗已组织超过100万人的为地面战斗做准备。据悉，近几日大量伊朗青年向巴斯基民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陆军中心提交了参战申请。这个味儿又来了，还是熟悉的味道。当年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打萨达姆的时候也是这样，100万共和国卫队，世界好像陆军排第3吧，还是第4啊？结果美国的坦克刚一的到伊拉克领土，这个100多万的共和国卫队做鸟兽散，一下就没了。这个伊朗又组织了100万人地面战斗部队，我就想知道这100万人工资你发得出来吗？你不发工资，光给他们发枪，那到时候他这个枪指向谁不一定。你不给人家发枪，那你把人家组织起来有什么用？准备赤手空拳上是吗？不管怎么说，我们继续看戏。对伊朗神棍政权来说，时日无多。对特朗普来说，我们主要看他是怎么表演，他也怎么影响资本市场。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